在东亚版图的正北方，有一片纯净的土地，横贯中国东北、华北、西北三大地区。从西部无垠的沙漠，到东部广袤的森林，从壮美的黄河几字湾，到俄罗斯蒙古边境线。内蒙古是如此辽阔，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开始一场让心灵起舞的旅行。壮美内蒙古，亮丽风景线。河流是生命的起源。几个世纪以来，草原上的牧人们在这片土地上传承着古老的文明。原始风貌的保持得益于对上苍的敬畏。千余条河流构成草原的生命脉络。湖泊向牛羊讲述传说，迁徙的鸟儿则把故事传播四方。白云、牧场、牛羊构成了草原壮美的画面。马是牧民最亲密的伙伴，这种非凡的关系延续至今。大兴安岭北部一片寂静，森林占据着65%的土地。东北部俄罗斯民族的房子被称为木克棱。黄河以北广泛分布着沙漠、胡杨林。沙漠一度被视为生命的禁区，而今却成为旅游热点。巴丹吉林沙漠是中国第3大沙漠。库布齐沙漠，美在一种温柔与热情的对峙。沙漠深处，人类经过不懈的努力，创造了大片绿洲。散落在浩瀚沙海中的湖泊，是大漠的眼睛。活1000年不死，死1000年不倒，倒1000年不朽的胡杨树，是最古老的珍奇树种。火山遗迹和地质奇观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牛羊是牧民移动的财产，天然牧场使它们膘肥体壮。当春天再度来临，劳作从第一缕炊烟开始。美味来源于纯净的河水，烹制的羊肉熟而不烂，肉味鲜美。出嫁的女儿接受母亲祝福，独特的草原婚礼延续至今。猛医猛药至今仍护佑着草原牧民的健康。辽阔高原造就豁达奔放，马头琴声浑厚悠远。文明的曙光在这片土地传承了数千年。大尧文化始于数十万年前，是游牧文明重要的起源。
红山文化、夏家店文化等在这里不断繁衍。匈奴、东胡、鲜卑、柔然、契丹、女真、蒙古连接起游牧文化脉络。连绵的文化在这里传递，多元的文化在这里交融，成为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的一部分。冬季，白雪覆盖了北方，草原躲在积雪下休养生息，把生机蛰伏于地下。冰雪那达慕是牧民与冰雪的对话。生活在大漠中升起，人们用热情温暖整个雪原。严冬也是最佳收获期，冬捕通常以一场祭祀仪式作为开始。春天将至，冰封的莫尔格勒河再次解冻，春风也将唤醒沉睡的草原。内蒙古是中国北方连接世界的桥梁，向世界传递来自草原的热情。这里有21度的凉爽夏天，也有阿尔山冬季温暖的圣水，一年四季都有适合你的温度。内蒙古是静谧的，如今又是朝气蓬勃的。今天的内蒙古依然固守传统，融入了波澜壮阔的时代潮流，也延续着勃勃生机。千百年来，传统与现代在血脉里交融，壮美的风光和魅力四射的都市，交织出中国北方最亮丽的风景线。让心灵在这充满生机的纯净之地起舞，壮美内蒙古，亮丽风景线。